人在地前来看森林好美的建国眷村，是全台湾唯一的农村型的眷村，重新来修复了后，过年期间要来开幕。与你一起棒！森林好美建国眷村，较早是互人放袂记起的废墟，不过经过县政府甲地方人士的拍拼，即马变成森林县唯一的住落建筑群，而且佫有保留真济日处世界大前的设施。这个是唯一全国保有农村型的这个眷村文化的一个地方哈。建国眷村是以眷村文化、青年创意的基地，甲环境教育、实农教育等为发展的主题。希望提供乡亲一个全新的体验。未来可以做礼数，然后呢，有真的符合眷村的这个风味的这个食堂。过年时啊，佫会推出露营体验，也有市集、抽奖等等活动，欢迎各地乡亲去森林佚佗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